喂，Hello，大家好。嗱，今日咧有機會嚟到呢個咁靚嘅 office 咧，咁都要拍下片啦。咁啊，琴晚就有朋友問我咯，咦，究竟保險公司收我咁多保費翻嚟之後，其實佢攞去做啲咩㗎？佢投資咗啲咩嘢㗎？其實咧呢方面嘅資訊咧，保險公司已經一早話晒俾大家知㗎啦。大家淨係需要咧睇翻相關嘅產品嗰個產品小冊子，係啦。咁佢背後咧有一個部分叫重要事項。嗱，係好重要㗎，因為裏邊咧就話咗俾大家知道，究竟保險公司啊為咗呢隻產品嗰個投資嘅政策啦、投資嘅嗰個理念啦同埋策略啦，已經寫晒出嚟。上面甚至講得好清楚，一啲譬如非固定收入嘅資產，例如係股票啊、房地產啊，同呢個固定收入嘅資產，例如係債券啊，嗰個投資嗰個比例、嗰個組合係幾多，都已經列埋出嚟俾大家。佢甚至咧話埋俾你知，究竟佢買呢個譬如債券咁樣樣，佢投資咗係乜嘢市場，都一五一十話晒俾大家知道。咁啲人會問咯，咦，咁啱可能我買嗰個嘅保單個貨幣，同我可能保險公司投資嗰個嘅標的係唔同貨幣嘅話，咁會點樣處理啊？咁其實保險公司咧就用貨幣對沖嘅方法咧，都會幫你去減低咗嗰個匯率嘅風險嘅。咁所以其實大家想知道多啲呢方面嘅資訊咧，就記住留意清楚所有產品有關嘅資料，可以上網去下載啦，可以問你嘅理財經紀去攞啦。所以做個精明嘅消費者，大家知道點做啦。追我頻道，記住 CLS，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